海天味業招股，抽定唔抽？用咩策略抽？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 又有 A 股龍頭嚟港上市啦。今日用1分鐘嘅時間同大家分析一下。內地調味料龍頭海天味業即日起至16號招股，招股價35蚊至36個3，每手100股，入場費3666蚊。以招股價上限計，比起6月10號 A 股收市價有2成折讓，似乎有機會炒 AH 股差價收窄。股份估計6月19號上市，聯席保薦人有中金、高盛、摩根士丹利，基石投資者陣容強大，包括高瓴、GIC 等等8間。話明係龍頭公司，擁有好多個第一。醬油同蠔油收入2024年喺中國同埋全球都排名第一，蠔油嘅市場佔有率比較高。全球以及中國市場分別佔比24.1%以及40.2%。另外，調味醬收入亦喺中國基礎調味醬市場排名第一，整體收入超過269億人民幣，令到公司上年多賺近1成3，去到63億4400萬人民幣。部署方面，我會少少地抽幾手，博佢有機會炒 H 股差價，而且早排上市嘅寧德時代同埋恒瑞醫藥等等，手掛表現都幾唔錯，海天味業有機會複製佢哋嘅炒法都唔定㗎。你哋又點樣睇呢？抽定唔抽？不妨留言話我知。記住下載 ACAT 換領我 Kobe 財自密碼嘅觀察名單，一齊瘋狂傾投資。